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开了，但是报童被挂在机子上，火车也从旁边呼啸而过。看到报童倒地的瞬间，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帅帅的把队友推出惊魂夜的素材。终于轮到我拍了吗？猫女孩子疯狂的卡毒蝎，我就在旁边使劲的推，一下来我就赶紧把报童往门那边推啊。他变猫了，变猫你怎么扛人啊？当我以为故事就这么圆满的结束了，没想到给哑女勾回去了，正好猫女又在旁边，但可惜我有毒蝎，如何呢？我3、2、1，一个毒蝎准备下来。OK， 猫女卡毒蝎，但没事，我还有一个队友可以救我。2命科学家扛一刀把我救下来，我一个格挡直接走掉。科学家回来救我呀！科学家回来救我呀！科学家。